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、甲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交保的裁定，昨昏重新召开羁押庭。检方甲辩方伫咧法庭激烈辩论，经过6点外钟的讨论，合议庭当庭宣布裁定的结果，也是依持郭文哲7000万交保，应晓薇3000万交保。 甲支持者握手，笑眯眯行入法院。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京华城定案，进前交保7000万，毋过检方控告成功。台北地院15早起重开羁押庭，庭审差不多2点钟内底，检辩庭上自召郭文哲交保了，接触证人向共案被告画写，是毋是牵涉串证等，双方展开激烈辩论。 换郭文哲讲话，伊讲老爸大烦恼离开，伊无介意恨别人，毋过每一摆想到这个代志，心内就真艰苦。佮摕历史任务比如，希望家己用正做曼德拉，毋是我主事。合议庭经过6点外钟评议，裁定结果伫暗时6点半出来，郭文哲佮一摆维持7000万交保。郭文哲行出法院，面容灯火。 各家支持者握手，身躯边的陈培琪也是笑眯眯的手底戏。同款被撤销交保裁定也共案被告，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维持3000万交保裁定。看查某囝应家族的手慢慢行出法院，应晓薇伫楼梯向支持者鞠躬致意，随即坐车离开。不过法院裁定了后，北检就表示，等收到裁定书了后，佮建议是毋是控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